分析預測和局28.9%晉級。法國雖然90分鐘好可能打和，但如果比賽進入加時，雙方體能大幅下降嘅情況下，法國隊嘅優勢就會浮現。法國後備力量深厚，防中曹亞文尼傷愈復出，提供咗極大嘅戰術彈性。相反，西班牙缺少正宗中鋒，陣地戰破局手段有限。法國只要有麥巴比喺場上，隨時都可以靠一次反擊一擊致命。優勢指數：西班牙加0.25。西班牙已經跨年36場不敗，控球體系令佢哋好少會喺常規時間內處於絕對下風，加上球隊擁有喺尾段絕殺嘅命硬基因，就算最終係法國晉級，好大機會都要踢到加時甚至12碼。雙方皆有入球，雖然兩隊今屆防守數據都好靚，法國失2球，西班牙失1球，但去到4強，兩軍鋒線嘅個人天賦實在太高，麥巴比、奧里斯對決耶馬、尼高威廉斯。回顧雙方近2次大賽交手，分別打成2-1同5-4，大家都絕對有撕破對手大門嘅能力。要任何一方全場零封對手，難度極高。球員項目，麥巴比隨時入球。麥巴比目前已經入咗8球，力爭打破單屆入球紀錄，而且佢係法國嘅首席12碼劊子手兼球隊大佬。雖然上一場射失12碼，但無損佢嘅開火權。